你細個時候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啊？如果全中國14億人每個人俾1蚊雞我，咁我就係億萬富翁啦。咁而就喺今時今日，呢條路竟然俾一班精神小妹行通咗。嗱，佢哋嘅邏輯好簡單嘅啫，淨係賺男人少少錢，但係要賺好多男人少少錢。譬如話，一個人俾佢39蚊，100個人即係3900蚊，1000個人就係39000蚊。而且咁樣做啊，大多數男人都唔會放喺心上，亦都冇面去報警。呢個就係佢哋最精明嘅地方啦。咁而家呢一件事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成熟嘅產業，就係近期全網爆火嘅崩老頭。嗱，唔好聽到老頭兩個字，就以為同自己一啲關係都冇。聽緊呢期節目嘅所有男性都有可能成為佢哋嘅對象。咁崩老頭究竟係咩嘢呢？背後嘅產業鏈係點樣運作嘅呢？崩老頭嘅主力群體又係一班點樣嘅女仔呢？就等八公撈賓我帶住大家一齊嚟一次崩老頭之旅。諗喺開講之前，大家先記得嚟個訂閱同埋點讚。我哋馬上開始。咁首先呢，我哋先嚟糾正一個誤區。崩老頭入邊嘅老頭啊，其實唔係指老年人。崩老頭呢個詞最開頭係源自北方民間嘅黑話，圈入邊嘅崩呢，即係哄騙、套路、小額套取錢財嘅意思。咁佢嘅精準目標人群其實係30到50歲，有穩定收入、壓力大、情感空虛嘅中青年男性。呢班人平時上班忙啊，生活壓力又大，好容易被線上溫柔陪伴、情緒傾聽打動，網絡警惕性會大幅下降。咁嗰啲從業人員就會偽裝成後生嘅女仔，全程陪聊安撫情緒，再攞買奶茶啊、打車啊、充話費、食宵夜等等嘅生活化理由，每次淨係收你10零20蚊嘅小額轉賬。因為單筆金額好少啊，所以被網友戲稱為情感界嘅拼多多、薄利多銷，通過廣撒網嚟收割錢財。咁崩老頭同傳統詐騙本質上有咩差別呢？傳統嗰啲殺豬盤呢，係長期洗腦，最後呃你大額嘅投資、大額轉賬，一單係呃你成幾千幾萬蚊嘅。而當中嘅裸聊詐騙呢，就係通過錄屏威脅受騙者，強制勒索。但崩老頭就完全唔行恐嚇或者呃你投資嘅套路喎，佢主打短平快、小額高頻、零脅迫。正係因為金額太細，體驗太過之溫和，所以絕大部分受害者蝕底之後呢，都懶得去報警，懶得維權。咁亦都係呢條灰產越做越大嘅核心原因啦。咁如果受害者群體主要係喺30到50歲呢部分人群入邊啊，咁點解呢個產業要叫做崩老頭，唔叫做崩中老呢？嗱，其實係因為崩呢班人嘅主力群體係更加之年輕，甚至係未成年嘅人。對佢哋嚟講，呢班中年人就係佢哋認為嘅老頭啦。咁呢啲人點解會沉迷於崩老頭，甚至淪落到自己都成為被崩嘅一環呢？我哋後面再揭曉啊！我哋先嚟講下崩老頭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咁好多人以為啊，最多咪就係網友隨便傾下偈，間唔中呃你少少錢咁樣。但實際上，而家嘅崩老頭灰產已經係一套高度標準化、可複製、可教學、流水線式嘅完整閉環產業。嗱，由買工具啊、學話術啊、引流養號啊，到最後收割賺錢。每一步都有人教你，有模板，有晒流程。咁亦都正因為係入局嘅門檻好低，成本好低，先令到呢條灰色產業鏈喺短短嘅時間內瘋狂擴散，遍地開花嘅。咁首先第一步呢，就係上游撩手培訓營啦。嗱，喺各種嘅私密社群、隱藏圈子入邊，好多賬號會打住交友教學、虛擬視頻課程、社交提升等等嘅旗號，低調去賣全套灰產嘅工具同埋培訓課程，價格超級平嘅，幾蚊雞、幾十蚊到幾百蚊不等。普通人使好少嘅錢呢，就可以買到成套嘅落地裝備。咁入邊有啲咩嘢啊？入邊包含住變聲軟件、AI 美女虛擬視頻、成套虛假嘅生活照、虛擬定位插件、完整聊天話術庫、成套嘅人設模板，幾乎係手把手教你點樣去偽裝、點樣傾偈、點樣問人伸手攞錢，幾乎一日就可以上手接單噶啦。咁所以好多未成年人、輟學嘅學生一早就入局成為撩手，靠呢一套無腦嘅套路穩定賺外快，令成個灰產隊伍越嚟越龐大。咁然後我哋就要講下中游啦，就係培養男人嘅魚塘。
佢哋會專門瞄準男性扎堆嘅地方，例如話啲咩遊戲群啊、車友群啊、社交平台啊、興趣社群，精準去篩選目標人群。跟住佢哋就會批量打造統一風格嘅虛假人設，主打清純啊、柔弱啊、冇人關心佢嘅女仔形象，將頭像、背景、朋友圈、日常動態全部包裝到好真實，普通人一眼啊係根本睇唔出破綻嘅。但如果你認真睇呢，仲係可以睇出有啲警棍嘅。例如話佢哋嘅朋友圈好少會露自己塊面出嚟，放出嚟嘅視頻呢，基本都係 AI 合成或者搬運嘅。只要你要求話要語音啊或者視頻啊，永遠都係有各種借口嘅。而佢哋嗰啲橋呢亦都好固定嘅，主打一個示弱、賣慘、求安慰，靠共情嚟快速拉近關係。靠住呢一套模板化嘅操作，撩手大批量去加好友、私信引流，搭建屬於自己嘅客戶魚塘。一個撩手同時對接幾百個用戶，都係非常正常嘅操作。咁最後我哋就講下下游啦，亦都係最重要嘅收割環節。呢一步靠嘅就係養、黏、崩三步打法。第一步養，即係養號鋪墊，淨係陪佢傾偈，絕對唔提錢。即係話啱加上好友嘅3到5日呢，佢哋絕對唔會提任何關於錢嘅嘢，每日準時早晚問候，陪你傾偈，聽你去呻生活同埋工作嘅嘢，分享日常瑣事，持續輸出滿滿嘅情緒價值，一步一步令你習慣陪伴，產生依賴。咁第二步黏，即係拉近關係，打造生性而且唔拜金嘅人設。咁等你關係熟咗之後呢，佢哋會特登扮到好溫柔、體貼、好懂事咁。圈內啊，仲有一個公開技巧叫做3聊1索，即係話等你連續3次陪伴聊天之後，先會嘗試第一次小額開口問你攞錢。咁樣最大嘅好處就係可以弱化詐騙嘅感覺，等你覺得呢啲咧其實只係舉手之勞，心入邊一啲都唔會抵觸咁嘅。咁第3步就係崩啦，循環利用小金額嚟收割，持續反覆進行套利。只要出現咗第一次小額轉賬，即係等於完成咗呢一次嘅釣魚，後邊佢哋咧就會高頻次循環咁揾各種生活化嘅理由嚟攞錢。咩話想飲杯奶茶啊、打車啊、充話費啊、食宵夜咁，就算有一部分人察覺唔對路，直接拉黑咗佢，咁都完全唔會影響佢哋整體收益嘅。因為呢個魚塘入邊一早已經有其他新目標等住去替換你嘅啦。除此之外，仲有一個更加恐怖，都更加少人知道嘅2次收割閉環。行內嘅人啊，會對所有傾過嘅用戶進行精準分級建檔，標注晒年齡啊、職業啊、收入、付費記錄等等，劃分層級，分為待養、可收割、已榨乾等等嘅唔同等級。對於嗰啲冇剩餘價值嘅用戶呢，佢哋唔會直接放棄嘅，而係打包轉賣俾其他嘅灰產團隊，換一批撩手繼續去收割你。而且呢度啊，仲有一個好精明嘅潛規則，堅決唔賺你大額嘅錢，特登淨係賺你少少錢，控制住單筆嘅金額，就係為咗控制喺難以立案、好難追責嘅灰色地帶入邊。咁雖然話單筆交易呢，望落去好似小打小鬧咁啊，但累計落嚟嘅真實盈利數據係好驚人嘅，絕對唔係賺少少零用錢咁簡單。一位全職撩手月收入可以輕鬆突破2萬蚊，呢個亦都係無數人以身入局、屢禁不止嘅核心根源。喺舊年嘅7月呢，央視就專門報道過一個淄博嘅案例，一個22歲嘅無業女性使咗998蚊買咗崩老頭課程，跟住扮成一個17歲嘅女仔，每日同唔同嘅男人傾偈，詐嬌要雪糕、要奶茶、要唇膏。短短半年時間，另一個叫黃某嘅男性轉咗4000幾蚊俾佢。後來黃某嘅老婆發現佢份糧點使都唔夠使，查咗佢手機先發現，原來佢俾人呃咗，最後走咗去報警。而呢個都只係冰山一角。根據警方公布嘅數據，舊年呢1年啊，全年查處嘅崩老頭相關案件就有1000幾單，涉案金額超過5000萬元，涉及執行者、培訓師、外包團隊多達成上萬個人。講到呢度，我哋就要講下呢一個行業嘅主角，呢一班撩手究竟係啲咩人啦？同大家想象嘅專業詐騙團隊唔同啊，崩老頭嘅主力大多數係低齡嘅學生、輟學嘅青年或者係無穩定工作嘅閒散人群，而且偽裝成美女陪聊嘅，其實絕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
佢哋依靠變聲器同埋網圖去偽裝成女性，而佢哋甘願做灰產嘅心態呢，其實都好現實㗎。首先冇門檻，唔使學歷，唔使技術，甚至唔使露樣，幾十蚊買套工具同埋話術就可以上崗做嘢啦。對比起諸多要求而且人工微薄嘅正規工作嚟講，呢種線上傾偈就可以揾錢嘅模式，對於涉世未深嘅年輕人嚟講，誘惑力非常之強。其次就係絕大多數從業嘅人唔認為自己喺度呃緊人嘅，反而覺得自己喺度提供緊情緒價值，換取自願嘅打賞，同嗰啲直播主播冇任何區別。咁當然啦，其中有個問題都好緊要嘅，崩老頭呢樣嘢點解喺最近2-3年先突然火爆呢？肯定唔單單只有佢哋嘅原因，都會有啲社會問題嘅。咁第一個就係社會情緒缺口持續擴大。嗱，30到50歲嘅呢部分中青年群體啦，係社會同埋家庭嘅核心支柱，即係話佢哋係常年孭住房貸，喺職場生活都有好多嘅壓力。咁佢哋喺現實當中又好難揾到人傾訴，情感長期處於空虛嘅狀態，所以崩老頭提供嘅線上溫柔陪伴就成為咗佢哋低成本嘅情緒慰藉啦。第二樣就係而家線下嘅社交成本太高啦，人情越嚟越疏離，正規嘅樹洞陪聊服務價格又普遍偏高，咁線上陌生人嘅無負擔陪伴反而更加能夠治癒情緒，咁啱可以填補廉價情緒消費嘅空白，形成咗一個畸形嘅供需關係。咁當然仲有一點就係目前嘅就業形勢一年差過一年，所以好多人開頭呢並唔係話諗住就去做崩老頭嘅，但實在長時間揾唔到嘢做之後，佢哋先慢慢被逼行上咗呢一條路。咁當然啦，我喺呢度都唔係為嗰啲咩精神小妹洗白，因為就算佢哋咁樣做可以規避好多嘅違法風險都好啊，我依然係非常反對咁樣做嘅。因為呢一班女仔呢，咁有啲可能係單純通過傾偈詐嬌去賺啲小錢咁樣，但都有一啲係通過發擦邊相嚟想快速賺啲錢，更加有甚者係豁出去獻身賺錢都有嘅。咁呢種賺錢嘅渠道係冇下限嘅，但難度又非常之低，所以一旦沉迷其中，一旦感受到用自己嘅人設甚至係身體可以輕鬆賺錢咁爽，就好難可以從中抽身回歸到去正常生活。而呢一個先正正係深淵嘅開始嚟啫。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想提醒大家，現實壓力係好大，我哋個個人都需要揾一個情緒嘅出口嘅，但一定要警惕嗰啲突如其來過於完美嘅溫柔，因為所有嘅饋贈一早暗中標好咗價格，嗰啲低廉嘅情緒消費其實並唔可以填補我哋嘅精神世界，呢個只能夠充當一劑麻藥或者係興奮劑，等你一切都過去之後，你只會陷入更深嘅空虛，永遠失去自我調節同埋自我滿足嘅能力。咁好啦，本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咁唔知道你有冇曾經遇到過可能係做崩老頭嘅人呢？你係點樣看待呢一班人群嘅呢？如果你係30到50歲之間嘅男性啊，你會唔會願意使少少錢去嘗試獲得呢一種網上異性提供嘅情緒價值呢？歡迎喺評論區入邊同大家一齊討論。咁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呢，希望你可以幫手點個 like， 點一個訂閱，呢個係對我呢個粵語 YouTuber 最大嘅支持。大家好，我係八公碌斌，帶你換個角度睇世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